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我们一直关注银行的这个经营状况，不仅它涉及到这个胡适也涉及到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楼市低迷，这些房企暴雷从恒大开始已经快4年了。我们感觉银行压力非常大，但是一方面又觉得银行现在很稳，银行的这个利润，对吧？银行的日子似乎就是它的在二级市场表现这是屡屡创这个历史新高所以这些现象和我们的这个和大家感受对吧？这个似乎脱节。我们经常说纸是包不住火的，谁苦谁自己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银行现在到底在这个楼市低迷、这些房企暴雷的情况下，银行日子到底怎么样？它的这个财务报表掩盖了什么？我们找一找蛛丝马迹最近我看有很多媒体在报道，你比如说野马财经，还有其他的媒体还有密探财经等等纷纷报道这个河北的南方银行，这是个城商行，把一家房企给起诉了。而这个房企呢，来头也不小，是河北的地产王荣盛发展。大家还记得吧？恒大暴雷之前呢，好像是广发行还是哪个银行，也是把恒大给告了，拉响了恒大暴雷的序幕这个4年来银行告房企似乎不多当然那已经暴雷的房企被告很正常这些还没有暴雷的房企，银行去告它，这个不太多。因为银行一旦告房企，那房企就意味着资金链断裂，就要暴雷，所以这一幕很少看见，比较罕见。那么南方银行为什么起诉河北地产王呢？有什么难言之隐？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南方银行它起诉了2家建筑公司。哪2家建筑公司呢？南京宁路建设有限公司和河北中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人就说了，那南方银行告这2个建设公司跟人家荣盛发展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大了。首先这2家公司都是荣盛发展的长期供应商，他们承建的都是荣盛发展的业务和项目。这个荣盛发展呢是河北地产王，也是胡适就是 A 股里面的知名的房企。根据荣盛发展的公告称该公司牵涉2起金融借款合同类诉讼案，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荣盛发展为2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责任。荣盛发展对2笔借款宣布将2处资产以物抵债解决，不过2座酒店资产现在均存在抵押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还要追溯到2021年，也就是恒大暴雷以后当时荣盛发展的合作方，也就是它的承建商南京宁路建设和河北中凯建设，因为资金短缺向南方银行借款。因为他是为这个荣盛发展建设项目承建商，他跟银行借钱，那银行凭什么借钱给他呢？是荣盛发展提供担保。但是这4年由楼市持续低迷这个建筑公司工程公司经营不善，这个最终导致债务逾期。大家也知道，恒大一暴雷以后，南通好多什么建设公司都破产了。那荣盛发展拿来担保的资产是什么东西呢？荣盛发展2025年5月19号发布的关于以物抵债及对外担保的公告，涉及河南和河北2处酒店资产。位于河南和河北的2处抵债资产，账面原值分别是5.09亿元、3亿元，就把这2个酒店抵押给南方银行了，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河北。那大家就说了，那有抵押物不就可以了吗？错了这里面错综复杂这个账面原值是5个亿和3个亿，2个酒店，抵债金额呢是6.2亿和9亿，这明显是资不抵债你拿一个只值5个亿的东西，你跟人家顶债顶6个亿，3个亿的这个酒店，你跟人家顶债顶9个亿。荣盛发展称通过债务加入方式将资产过户至南方银行，冲抵供应商南京宁路、河北中凯的未清偿债务。什么意思呢？债务加入就是什么？本来荣盛发展它只是担保责任，借钱的是这个南京宁路和河北中凯。债务加入就是那我这个荣盛发展也加入这个债务，就算是荣盛发展借的钱，这叫债务加入。那我把我的资产给你银行顶账。实际上事实上也就这么回事南京宁路、河北中凯它从银行借的钱也是用在荣盛发展的这项目上，但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呢？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这2处酒店资产受限什么意思就是2处资产已存在抵押限制同时上述以物抵债协议于2025年3月28日至31日签署，资产过户截止日为2025年9月30日。也就是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资产
产给酒店顶债，那这个是要过股东大会啊。该协议生效条件需经过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也就是你把这个资产顶给银行，你这个顶债合适不合适？你这资产值多少钱，对吧？也要股东大会审议。那么这个资产值多少钱，必须有这个评估机构啊，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啊出具这个报告，不是你自己随口说多少是多少啊。所以说这个河北万汇房地产评估公司出具了报告，这个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提到啊，交易协议要求过户前需解除抵押，否则可能触发债务恢复条款。荣盛发展拿来顶债的两处资产，河北的这个酒店呢是2010年建成后，它长期作为抵押物，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押给别人借了钱了，它是抵押的啊。然后这一次交易说把这个酒店要给这个廊坊银行顶债，那你这本身你的解押呀，但是啊他没有披露具体的这个抵押权人是谁，他把这个酒店押给谁了，他现在拿这个酒店要给廊坊银行顶债，就看来看去啊，廊坊银行都是吃亏啊。即便这个酒店能给廊坊银行，他本身也不值那个钱，第二个这个酒店还被其他人压着的，我想这个大家都懂吧，对吧？就是荣盛发展以前把河北这个酒店啊，他也不知道押给谁了，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这就意味着啊，即使两处资产存在抵押，荣盛发展仍可以通过与廊坊银行协商，将这两处资产以物抵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如果在协议截止日期前没有解除抵押，廊坊银行可能会采取以下措施：廊坊银行可以要求荣盛发展立即偿还债务，如果荣盛发展无法偿还，廊坊银行可能会通过诉讼途径要求法院拍卖抵押物以优先受偿。如果借款合同有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则廊坊银行有权要求支付。现在就陷入扯皮了啊！在我看来啊，对廊坊银行来说相当不利。为什么呢？即便他去告了这个荣盛发展，然后要求法院执行这两处的财产，那人家啊叫第三人也会提出异议，就这东西已经押给我了，凭什么你银行想拍卖就拍卖啊？就是拍卖了钱，那也先得还我啊，因为他东西已经抵押给我了，所以这第三人会提异议。某种程度上啊，我们说通俗一点，这就叫典型的叫一女二嫁。咱们最近在讲《红楼梦》啊，对吧？那人贩子把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呢，对吧？就一女二嫁，一女二卖，先卖给了这个冯渊，冯渊花钱买了，想挑个好日子，良辰吉日把她娶回家。结果这个人贩子见利起意啊，他又把她卖给薛蟠了，薛大傻子。最后啊，那薛蟠跟这个冯公子两人互不相让，两个都要这个甄英莲，结果薛蟠就把冯渊给打死了，发生命案。你看看，对吧？廊坊银行要抢这两处资产，也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他就得跟那个抵押权人去抢。你说这个荣盛发展就是像不像那个人贩子？一个资产他给了两个人。当然了，有人说那可以要求荣盛银行啊、荣盛发展呢还钱呢，这个显然对吧就不现实啊，因为现在开发商哪个有钱呢？连万科都需要大股东深圳地铁疯狂的借钱，连这个央企中海啊都在那个南京啊3个项目叫贴地飞行。什么叫贴地飞行呢？就是当初地价是多少钱，在地价的基础上加个2000，就这么卖，这明显的亏本卖房。为什么？就是缺钱了，回笼资金啊，就是央企日子也不好过，万科的日子更不好过。那你说这个荣盛发展虽然是河北地产王，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你指着他还钱，这叫与虎谋皮啊！仅仅啊这两笔超2亿元的不良贷款，对廊坊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廊坊银行2024年全年2.48亿的净利润，也就是一旦荣盛发展无法还这笔钱，那这一笔对吧，就把廊坊银行2024年的利润全干掉了，整个廊坊银行2024年白干啊，就这一笔啊！2024年末，该行营业收入下滑20.8%，净利润更是腰斩，降幅达57%。据廊坊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该行2024年末总资产3028亿元，同比下降1.82%，存款余额2246亿元，较上年底略有增加，贷款余额1666亿元，较上年底减少139亿元，其中公司贷款减少115亿元，存贷比已持续降至72%。这个我们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楼市低迷，房企暴雷对银行的影响，这个廊坊银行啊，它只是浮出了水面，这只是冰山一角啊，它仅仅是个荣盛发展
就已经给它拖累了。那其他的银行呢？其他的开发商呢？从这个账面看啊，不是开发商跟银行借的钱。我想很多这个房企都是这么操作，就他不直接跟银行借钱，你要从这个房企的报表上看，这叫或有债务，它只是个担保，他没有直接跟银行借钱，但实际上是他借的，所以报表你看不到啊。报表这银行的报表上显示什么呢？银行的报表显示是承建商，对吧？什么中铁、中建，类似这种，他们给银行借的钱，实际上这个钱就是开发商用了，开发商提供担保。所以说啊，你从房企的报表上看，它这或有债务、担保债务；从这个银行的报表上看，那也是那是这个承建商啊借的钱。所以说你要从双方的报表看，它没有开发商什么事啊，但实际上就是有开发商的事，钱最终是开发商用了。所以你要追溯啊，你要穿透的话，追债还是开发商要掏这钱。那说来说去就是开发商现在暴雷，就影响银行。我们再看这个廊坊银行啊，从贷款行业分布看，廊坊银行排第一的是批发零售业，贷款余额288亿元，较上年底有所下降。排第二的是建筑业，贷款余额170亿，且较上年略增。排第三的是房地产，贷款余额161亿，较上年底增加19亿。你看看啊，它排第二的叫建筑业，排第三的是房地产。实际上它的建筑业和房地产应该合二为一。你说你把它拆开有什么意思呢？你给建筑业贷款，那建筑业后面又是房地产，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所以这个银行它这个资产负债表玩这些花招，你最终的钱还是流向房地产了，还是开发商托底。这么说的话，廊坊银行无论是建筑业还是房地产，对吧？贷款余额都是在增加。从贷款结构看，2020年至2024年，廊坊银行贷款总额分别是1232亿、1450亿、1660亿、1832亿、1660亿。可以看到该行贷款总额2024年结束多年连涨行情，较前一年下降9个百分点。三大贷款业务构成中，公司贷款、个人贷款、票据贴现也都表现下滑态势。个人贷款规模构成上主要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独角兽金融叫独角金融啊，梳理该行2020年至2024年末财报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增幅最高，从11.8亿元猛增到203亿元。这个啊，个人住房贷款又跟房地产相关。那现在是不是失业的在增加，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买了房子这个房子价格下跌比较快，首付的跌没了，导致是不是这个弃供断供的人越来越多，个人住房贷款这个坏账是越来越多。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很多地方法院都不受理这样的案子了，拍卖的拍不过来，银行为了隐藏这部分坏账，都跟这个房奴啊跟业主商量，对吧？你把利息还上就行了，一个月200-300、300的，本金就别还了，3年以后再说。你只要同意了，你一个月还200，他就这笔贷款就不叫不良，以后再说了。有的甚至啊，你1分钱都别还，你只要承诺2年以后开始还，他就或者你象征性的还个几十几百，然后他这一笔就不算不良。你看看，明明是还不起了，他为了让那个不良率下降，不要那么多坏账，所以他就玩这些花招。银行也不会拿你的房子去拍卖，因为他都不认为这叫不良啊，所以他这报表就稍微好看一点。廊坊银行啊，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增幅最高，那你按现在的行情，那它的坏账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也在增加，从12亿涨到202亿。个人消费贷款从179亿增长到310亿。个人经营贷款规模下降，从235亿下降到219亿。个人消费贷规模的增长离不开助贷平台。近年来，廊坊银行与蚂蚁金服、微众银行、美团等多家互联网贷款平台展开合作，发展互联网贷款。现在互联网贷款是不是坏账也越来越多啊？好多人撸完羊毛，撸完贷款就不还了。就资产质量方面，该行不良贷款长期高于行业平均。2020年到2024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04%、2.02%、2.4%、2.03%、2.44%。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4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5%。廊坊银行不良率在河北省9家银行中排名最高，拨备覆盖率仅为 104.29%， 较2023年下降 48.9个百分点，不仅低于 120%到 150% 的监管红线，也低于2024年4季度商业银行 211% 的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这个什么拨备覆盖率啊，实际上就是反映银行的在风险
抵御能力上的不足。一旦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那银行就要面临比较大的财务压力。拨备覆盖率在9家银行中最低，就是河北9家城商行，资产质量欠佳也是影响其盈利的关键所在。该行在房地产行业贷款风险敞口比较大。截至2023年末，该行针对华夏幸福所在的集团授信敞口为10.69亿元，授信敞口全部为贷款，且在华夏幸福及其下属子公司违约债务范围内。这个华夏幸福大家也知道吧，那也是河北的这个一个房地产巨头已经重整了，债务重整。我们就这么说吧，这个南方银行挨了2闷棍，一闷棍是华夏幸福给他的，另外一闷棍就是荣盛发展。那你说这个南方银行它能好得了吗？联合资信指出需关注宏观房地产政策、黄金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开发商交楼进展对其相关行业资产质量产生的影响。巧合的是华夏幸福曾经一度是南方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这一幕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恒大曾经是盛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你看开发商控股银行，开发商控股城商行要干什么呢？2013年7月，南方银行实施增资扩股，华夏幸福彼时进入到重要股东行列，以15.38%的持股比例成为该行第2大股东。2013年就是第2大股。2015年，华夏幸福再次参与南方银行增资扩股，以19.99%的持股比例一举成为该行第1大股东，并在2019年继续认购定增，维持原有的持股比例，依然坚守第1大股东的宝座。随着华夏幸福债务危机爆发，也就是恒大暴雷以后实际上华夏幸福暴雷在恒大之前当时河北省政府跟现在的深圳国资委一样深圳国资委现在拼命的保这万科。当年华夏幸福暴雷以后河北省政府也是拼命的保华夏幸福。华夏幸福作为这个黄金的叫帝王，我记得，因为它在黄金储备的土地特别多。华夏幸福好像是搞什么类似于产业园，以产业园然后配套什么住宅，就这个玩法。它在北京周边囤了很多地，廊坊、大厂、燕郊、涿州等等霸州。它比那个恒大先暴雷。它暴雷以后华夏幸福的第1大债权人是中国的隐形的帝王平安银行，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查查新闻平安银行是中国，或者叫平安集团嘛，它是中国隐形的第1大帝王，它手上抵押的地是最多的。作为这个华夏幸福的第1大债权人，平安银行参与这个华夏幸福的重组，叫债务重组然后这个平安银行就成了华夏幸福的第1大股东，第1大债权人，因为它是债转股的。也就是华夏幸福自己暴雷所以说从2021年开始不断的减持南方银行的股份。2021年初，华夏幸福向南方控股转让了所持南方银行4.99%的股份。2023年，华夏幸福及其关联方继续转让股权。截至2023年末，南方控股已受让南方银行1.11亿股，持股比例达到了7.44%，成为第4大股东。而华夏幸福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则下降至6.74%，沦为第5大股东。今年2月份，南方控股继续受让河北大庆道桥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南方银行3.82亿股，受让沙河市新汇通房产开发公司持有的南方银行3.82亿股份，受让大长回族自治县润泽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1.42亿股份后，这个南方控股持股比例由7.44%升至19.99%，成为南方银行第1大股东。南方控股这名字一听就知道，对吧？是南方国资委的，也就是河北省政府的。10年河东，10年河西。10年前开始屡次增资，进入到第1大股东席位的华夏幸福正式告别主要股东行列，还是国资进来接盘呢？恒大暴雷以后盛京银行的这个主管部门应该是辽宁国资委或者叫沈阳国资委，他们就全盘接管了盛京银行。当时应该是沈阳国资委出了200亿，把这个恒大持有盛京银行的股份给买了，就是股权转让。那恒大就从盛京银行退出了，就像这个华夏幸福从这个南方银行退出一样。我记得当时给大家分析过那恒大拿到这200亿了吗？1毛钱也没拿到，因为这个收购恒大持有盛京银行的这个股权的这200亿对吧？由国资委直接替恒大还给盛京银行了。盛京银行它不给恒大很多贷款吗？恒
大又没钱还，直接拿这200亿就还了申鑫银行的贷款，也就是左口袋到右口袋啊。恒大是1毛钱没看见，就这样还不行啊。申鑫银行因为恐怕跟恒大这个坏账太多，所以干脆啊，这个应该沈阳的国资委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申鑫银行所有的资产给买了，就是把申鑫银行所有的资产就打包都卖给沈阳国资方面，然后这样申鑫银行就轻装上阵，因为他那资产里面乱七八糟谁也不知道，各种坏账，各种不良贷款，实际上玩的就是移花接木啊，乾坤大挪移。那沈阳国资委哪有那么多钱去买申鑫银行的资产呢？发债，那发债谁买呢？申鑫银行，你看看玩的多漂亮，对吧？国资要花1000亿买申鑫银行的所有的资产，把它买下来，申鑫银行不就是变成干干净净的了吗？那国资没这1000亿怎么办呢？发债啊，发1000亿的债，这债由申鑫银行来认购。今天啊，就通过这个南方银行目前这个困境，大家也能看到，南方银行它是迫不得已把这个荣盛发展给告上法庭，这个就揭开了啊，城商行受这个楼市低迷、房企暴雷的影响，终于有银行扛不住了，纸包不住火了。你看都在包啊，申鑫银行就是拿纸包火，其他的银行都一样啊，都拿纸包火。有的地方呢能包得住，那南方银行它就包不住了，它只能告。所以我们一直说啊，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楼市低迷这4年，对吧？房企暴雷这4年，不能没人买单呢，对吧？到底谁在买单？谁苦谁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啊，这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是比较差的，就相对那个股份制银行啊，那相对于那些这个6大国有行，那它的资产恐怕更差。所以这城商行先扛不住，城商行先爆，后面恐怕就是全国的股份制银行扛不住，火烧连营啊！这个房地产再低迷啊，这个房企再暴雷，就接下来这个景象恐怕就非常惨。就我们算大账啊，所有的房企他都把地啊，把自己项目押给银行了，从银行那拿出钱出来，你别管它是什么形式的，最终弯弯绕绕都是把东西给银行了，从银行拿出钱，或多或少啊，也就是相当于银行现在手上一大堆土地和房子，如果这个楼市继续低迷，房子不流通，没人买卖啊，然后那个你房子不流通，那就意味着土地也很难流通，土地很难流通，地方政府它还卖地，因为地方政府不卖地，那吃什么喝什么呢？怎么发工资呢？所以地方政府还得玩命的想办法卖地，就仅有的一点流动性，地方政府先来，那就导致银行手上这个资产就是个大问题，他都不敢处置啊，你处置不掉啊，所以这个情况能坚持多久呢？我们以王老板为例啊，王老板手上有400多家万达，反正我们要知道，万达是每个地方的一个标志啊，对吧？无论它的位置，还有它的这个设计和建设，就是在这些资产里面，它算不错的资产。即便这样的资产，王老板卖也卖不掉啊。但凡王老板能卖得掉，他不可能不卖的。他现在都是玩命的卖，想回来钱去把他的债给还掉，那不就是卖不掉吗？没人买，就是王老板的这个手上优质资产都卖不掉。你说银行手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抵押物卖给谁去啊？你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对比就知道了啊。这个时候你找人接盘都找不到，所以银行的一大招就是，他也有办法啊，就是银行看他婆婆是谁，就他爸是谁，他爸如果是国资委，那国资委就想办法，让那个什么控股公司啊，什么平台公司把银行的坏账一收啊，学一学那个盛京银行，都这么操作。但是这个能长久吗？这不就是拿纸去包火吗？包一会儿是一会儿。所以你看那个城商行的这个个人不良贷款都打包的往出卖，卖给谁啊？谁接啊？都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把银行的报表打扮的好看一点。总之啊，随着这个楼市继续低迷，随着这个房价不振，随着开发商继续暴雷，这个银行啊，可以说压力是越来越大。丑媳妇啊，总要见公婆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